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1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有一只高雄的渔船19驶经过马六甲海峡，随后印尼的海军扣押。目前各伫当地海军基地，咱的外交部是表示讲，咱国驻印尼的代表处已经有去了解关心咯。目前船员是拢真平安，会阁向印尼来争取讲，赶紧甲人个船拢放出来。 据了解，印尼军方是以侨和号行经印尼领海时没有悬挂国旗，而且捕鱼设备没有放置在舱内为由，登检侨和号并予以扣押。驻印尼代表处已经在6月28日派员前往雅琪省，除了探视侨和号船主人员以外，并且确认相关人员的生活状况没有疑虑。 外交部甲驻印尼代表处表示讲，会继续甲印尼联络协商，要求爱赶紧甲人个船拢放出来，嘛一定会保障咱国渔船的权益。再来看交水疫情已经对欧美拖到亚洲了，咱台湾嘛出现头一个。疾管署昨公布讲，要提升全球44个国家交通旅游的警示，提升到第2级。 疾管署统计是显示讲，全球交通的疫情到6月29为止，计共已经55个国家至少5022个病例，其中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佮葡萄牙是前5名，欧洲27个国家拢有病例哦。另外，伫美洲有美国、加拿大、智利等7个国家嘛拢会传，伫非洲的国家奈及利亚、更个甲南非等8个国家嘛传出疫情。 咱国提升44个国家旅游的警示，正做第2级。呼吁讲有准备要去这国家的民众哦，就爱特别注意。再来看，昨咱国内有38846个本土病例，有118人死亡，291个中重症，嘛增加有8个囡仔哦，有14个病妹，上细汉的只有7个月大，家在拢已经出院了。指挥中心预估，这礼拜本土病例应该会达到2万多例。 另外，考虑到变种病毒的威胁，嘛宣布讲社区的诊所年底进前哦，拢会当继续发公费的快筛试剂，呼去到有状况的民众来做检查。 新冠本土病例30礼拜是新增加38846个本土病例，比前一天下降7.8%。全台湾敢若台中市、新北市病例数超过5000，中重症有291例，死亡有118例。疫情指挥中心预估，这个礼拜六可能就会降到2万多例。 预估未来几天的这个趋势都还是会在这个3万多例左右。那周末是有可能随着这个通报数如果减少的话，是有可能会到这个2万多例这样的一个数字。 在当前个案当中，新增加8例密斯氏儿童道系统发炎症候群，其中年纪上少的是一个7个月查某婴。6月20出现发烧、吐的症头，后来送急诊 ，PCR 是阳性 ，CT 值是33.1，研判是新冠肺炎急性感染，是密斯氏，应该是最近感染过，不过无确诊。后来在经过治疗了后，已经治好出院。那目前累积的儿童重症的 个案总共是78例，我们今天新增8例都是密斯的小朋友。那其中这个密斯的累积已经到23例，不过没有任何一个密斯的小朋友是有死亡的情形。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BA.5入侵各国，有专家烦恼国内已经有稳重本土个案。对这代志，指挥中心回应表示，目前本土个案也无监测到 BA.4、BA.5，啊，不过唔敢讲一定无，可能要到8月到9月才会出现大流行。不敢说一定没有，因为这个病毒毕竟它也是一种 Omicron， 它有可能就是说透过这个境外移入的方式然后没有验到，或者说在这个我们的3+4。 在例行的筛检以外，又用无症状或者是轻症的方式，已经有进到社区。虽然疫情转好，但不过考虑新变异株威胁，指挥中心宣布会延长推动社区定点诊所发放公费快筛计划到今年底为止，搁增加37间偏乡甲离岛诊所也是卫生所加入。目前全国拢总有737间定点诊所参加，主要是予有呼吸道症头的民众使用。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头一批504000档的 Novavax 疫苗将送到台湾咯，上紧7月初8会提供18岁以上的民众来做。有专家是呼吁讲，这种2倍剂的疫苗哦，应该开放给18岁以下可能有心肌炎副作用的青少年来做。指挥中心嘛表示讲，已经要求 Novavax 公司提供相关的资料，会来进行评估甲审查。伫台北车头疫苗注射站。
民众接受医师的评估，确认身体状况，才由护理人员注射。从去年12月22到达，才已经提供不少民众注莫德纳、甲 BNT 等等的疫苗。在疫情豆豆等候的情形之下，台北车头的注射站3十了后就会结束。以后民众若是有注疫苗的需求，除了会当去各间病院或者是台北市的平台预约以外，疫苗的牌子即马嘛有新的选择。咱国透过 COVAX 机制分配到头一批 Novavax 的疫苗，有50.4万吨，已经送来桃园机场。完成通关的程序了后，会做检防检，按算上近7月初8就会当开始做。我们还在一方面是清点这个，就是还尚待接种不同剂次的这些人数，以及会了解这个地方他们提报的一些需求数之后，再做整体重诊式的一个考量啊。目前咱国的民众捌注过新冠疫苗，包括 AZ、Moderna、BNT 甲高端，也若 Novavax 是国内第5个牌子，甲高端同款，拢是属于次单位2倍剂的疫苗，安全性甲一般的疫苗差不多，预防重症感染的效果有到90%。上接看的不良反应是注射的所在会痛、疲劳、筋肉痛、头壳痛等等，大部分拢是轻度至中度。卫福部预防接种组召集人李炳英呼吁，食药署应该赶紧做审核，让18岁以下的青少年会当注 Novavax 疫苗。Novavax 的疫苗，它的保护效果也是80到90之间，它的不良反应非常的少，它发烧的比例大概只有1%到3%而已。它可以作为一开始接种的疫苗，也可以作为接续第3剂、第4剂的疫苗。指挥中心回应讲，国际上印度甲欧盟拢已经批准予青少年注 Novavax 疫苗。咱国已经有通知 Novavax 公司提供相关的资料，予食药署来做审查。因为开放18岁以下的族群注疫苗是新的适应症，所以食药署都要重新启动 EUA 的审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各地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温度上悬会到35度。过昼哦，山区佮南部可能会落雨，嘛要特别注意会单雷公佮透大风。咱来看温度，今仔温度上悬哦，大概是31度到35度，其中新北市哦有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南部佮台东哦有可能会熊落大雨佮落雷公雨。过昼山区佮有南部嘛可能拢会落雨，嘛要特别注意单雷公佮透大风。拜六到后礼拜一，水汽会愈侪，各地拢有雨水。另外，不良风台哦，并未直接影响台湾，也毋过中部以南甲台东地区哦会落雨。沿海的所在嘛，要特别注意风的正透，影嘛会正大。阁有另外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机会来加做今年的第4号风台，爱你嘛要继续关心。再来看天气是愈来愈热哦，台电表示讲6月20开始到今有7天的用电量已经是前10大用电量的记录了，主要是低高压的工业用电哦，量是真大。台电预测7月底8月初，咱全台湾的用电量哦，有可能会超过4000万千瓦的历史记录。塑胶射出零件半成品加工，专靠这台机器塑胶射出成型机。塑胶粒仔倒入机器190度高温加热，酿造液体了后开模成型。要毋过机器温度悬，室内闪烁翕热，尤其最近气温悬，都需要开空调。为了降温哦，那在夏天的时候啊，冷气都必须要开到很强，我们才找到人嘛，那找到人才有办法做生产。做电动车线材，零件制造厂今年受益电动车订单成长带动，订单真侪，有估今年用电量将会大大成长。订单变多了，然后又加上扩厂，用电量会比去年来的高，增加个5-6%吧。台电有估今年用电量会超过去年，高前6月23用电量上悬来到3994万千瓦，二九用电量3904.5万千瓦，创用电量第4悬。尖峰备转用量率煞只有3.37%，用电减价。30用电量等幅，也毋过台电表示6月20到今到7天前日前10大用电量。特高压的用电增加的比较多，你温度高，它的机器设备的散热的需求增加，所以它空调用电也会跟着增加。用电量大，加上跳电事件定团，30世纪佫发生新北市5个区变电所突然爆炸导火，超过2500户停电、供电无稳的问题，让企业感觉烦恼。停电、缺电常态，万一停电我要停个1-2天，损失金额非常大的。在8点31分，有3分钟以内，我们就恢复了358户，在9点46分。
全部的用户都恢复供电。台电表示，最近风台预估7月中旬用电量顿伏，不过7月下旬到8月初，大厂大月寒冬加上高温，用电量就有机会超过4000万千瓦历史纪录。记者综合报道。电价今仔开始起价咯，便宜的电费用嘛是要起价，和医界是带等。医界团体是表示讲哦，伫疫情期间，人事成本是增加真侪，即马又搁要起电钱，统计所有医疗机构一年都爱加出20亿的电钱哦。因呼吁政府千万起价哦，也是讲会当来提供补助。电价起价，医疗因素也包括在内，医界一直发动袂调，因为疫情期间人力成本已经大幅度增加。另外，为了维持因素通风降低感染风险，所以加强空调，使用的电力也比较早加真侪。电价起价，成本压力增加，佫无可能互病人来付这条钱，互因有苦无得讲。如果今天要给他涨，你就应该给他补贴嘛。医疗才是台湾救命的产业啊！至少在疫情之下，你怎么去给他调涨呢？过去以来就是给他补助了，你现在反而不补助又给他调涨，那这样其实说不过去的哈。医界团体强调，医疗器材拢爱用电，一寡检验仪器24点钟无关机，为了医疗的安全，爱搁装设无断电系统，维持正常稳定运作。医界初步估计，全国医疗机构2万多间，包括400多间病院加20间医学中心，这个起价当年增加电费拢总超过20亿。透过涨价的这个手段，那我觉得有可能会造成在医疗上面、医疗品质上面的一些疑虑，所以我觉得这也要请这个经济部也要做一些考量。那当然还是有一些产业会受到影响，那也最近有相关的建言，包括您刚才所提问的这个部分，还是要由经济部再去做评估衡量。行政院表示，已经有听到医界声音，医疗电价是不是卖起，都要看经济部后续安怎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经济部上新的调查是显示讲，去年做外销的产业有增加生产线的厂商超过7%，拢留伫台湾设厂，其中大多数拢是科技业。所以最近外销订单伫台湾本地生产的比例超过48%，创最近8档来的新高。咱再来看联合报，台湾股市昨是落414点，收伫14825点哦，创最近1档半上低点。今年的上半年哦，已经落3393点咯，嘛是32档来上惨哦。新台票的表现嘛是真歹，嘛落2块4分。再来看中国时报，财政部公布2020年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统计。全国上好野的理由是伫新地的关心里，平均的所得是3012000块，这大部分哦拢是大科技新贵。另外，新北市平均的综合所得嘛是1359000块，嘛已经连续3档哦拢是全国的冠军咯。台北市是1277000块，只排第2名。咱再来看政府编300亿要提供税厝租金的补助，大约有50万户会领会到哦。民众伫7月初1到8月30日会当申请，里长买来协助21万户的中低收入户来申请补贴。厝头家的综合所得税一个月是有15000块的免税额，房屋税甲地价税哦，嘛拢比较自用主体的税率。官员手提户数扩大金额加度资格绑定申请简单的看板，宣示300亿扩大租金补贴方案，为7月初1开始到8月30日开放民众线顶申请，10月初3直接拨钱到符合资格民众的口座。所以户数最多，从原来12万户，现在50万户。房东呢，只要是参加爱心租屋这一个大计划的，连房东，3个税。所得税免，就是这个的所得税免，房屋税、地价税减。300亿扩大租金补贴方案绑定申请资格，每个月平均所得必须爱伫各地最低生活费3倍以下。住伫6月顶加起租厝的人，原来会当申请，每户每个月补贴2000至8000。同时，对拄出社会35岁以下青年，2年内新婚夫妻、饲囡仔甲弱势家庭，补贴金至少会加1.2至1.8倍以上。厝卡申请补贴通过了后，厝主会自动变作公益出租人，享有
3大税负优惠，不过其大政企的民团是烦恼厝主会起厝租来应付税金。房东会跟房客讲，就是说他可能要涨租，甚至就拒绝房客申请租金补贴，或当场跟房客说，我不租给你了，我就提前解约。租厝的人看法无同，有民众感觉会当去看卖，不过也有民众认为厝主可能会因为安尼调悬厝租，这个政府的美意会拍折。政府开放给大家申请的话，当然能申请是最好的。那就是的，我觉得还是要房东主动降租会比较好一点。用不到，因为房东不会申报，看得到吃不到。这个扩大租金补贴方案，捌申请过租金补贴的住户，由政府直接试算确认意愿了后，就算完成申请。先予只要团租约加考租号码，核对资料就算完成申请。教部也针对大专院校弱势学生囡仔提供校外住宿的租金补贴，专门照顾伫校外睡厝的青年学生。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观光局搁再推出旅游振兴方案，伫7月15开始，自由行的旅客一暗的饭店上济补助1300块，团体旅游集团上济补助3万块，乐园的门票上济拍3折。希望讲咱国内旅游的景气会当赶紧好起来。学生开始向乱，为了要进行旅游业，观光局的55亿补助自7月15开始实施。旅客自由行，礼拜到拜四，大一暗会当补助800，一个人限订1遍。若符合6项条件，亲像是住3期疫苗，或者是住星级旅馆，搁再加500，加起来就是1300。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住房的优惠，能够在开始在疫后的时候呢，在疫情平缓的时候，能够挹注我们观光产业的营收。第7个团体旅游基本团补助2万，若是有符合加码的条件，亲像是3天2夜以上的行程，搁再加5000，上最补助3万。另外，民众伫咧普通时期主题游乐园消费，门票上最当有3折的优惠。有人讲有补助会较想要去算，也过有人担心，即马电起价也有补助，饭店无定的起价颠倒较贵。我本来就是会去啊，但是有补助，当然就是锦上添花，可以多省就省了。你还是要去看它到时候的实际住房价格跟就是会不会涨到一个根本就把优惠都吃掉的状况。旅行业者认为，疫情互因的损失真惨重，这边的补助帮助无大。饭店业者对这项补助真欢迎肯定，不过这么电要起价，伤害真大。尤其国旅啊，真的比较难赚。人讲迄边卡久的人，唔知卡偌久，我嘛唔知啦。这是一个大力度了哈，可是我们业者哈都希望这么惨淡的经营之下，能够把电价冻涨啊。旅行社甲饭店业者讲，照过去几遍的经验，55亿个补助可能真紧就用完。希望政府一当加淡薄纾困振兴方案，帮助因行出难关。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真侪间饲料工厂发出公告，讲6月底开始饲料1公斤搁要起4角，这嘛已经是今年第4届的起价咯。等于1公斤的饲料要2块1。有业者就批评讲，2个价数袂使起，也毋过饲料煞一直咧起价哦。因认为讲政府的限制实在是真无公平。也毋过农委会是表示讲，毋捌禁止2起价，一切拢按照市场的机制。5间饲料厂最近先后发出公告，通知轻稻饲料6月底开始每公斤起4角，这是今年第4摆起价，彰化有2农批评，饲10万只2价，每个月饲料费将价支出33万，农委会阁不准因起2价，人甲价往这边活袂落去啊。农委会形同虚设安尼，你是不是爱都调节一下这饲料这个价数是要反涨还是？卖起啊紧，你鸡卵都会使甲咱冻涨，啊你饲料敢袂使小冻一下？农委会澄清，到今毋捌干预市场机制，所以无2价袂当起。饲料起袂停的问题，目前鸡卵产地价每台斤新台票40块5角，已经继续2个月以上，是我7年来新高。农委会并没有去做冻涨的一个干预措施。目前进口的这个价格还是在当时采购原物料比较高的时候进行采购，所以那是反映整个的一个进口成本的一个提高。台中的农场表示，热天是鸡卵需求的小月，消费这边已经出现伤济状况，2价颠倒应该爱落，进前出现欠卵，即马库存伤济，市场调控机制显然有问题。我们蛋商就是左右为难了。
缺很多，库存很多，我们库存的时候，我们又不可以跟机长说我不在，我们每天都要去载回来呢。仓库满到大马路，我们还去载回来。农委会强调，机能需求确实是政治小过，初步评估起价空间无大，实际市场需求是牵涉到疫情走向，也有待后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5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午拢总增加38942例，目前是超过376万例咯。日本是超过933万例，韩国嘛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89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200万例哦。另外，伫欧洲迄边哦，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3000万例咯。咱再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已经相战4个月了。昨传出讲，乌克兰的军队已经家己抓倒的罗西亚军队成功赶走了。罗西亚的国防部嘛证实讲，军队已经离开抓倒，也毋过因强调讲，这是罗西亚表达诚意。伫咧莫斯科郊区拄开幕的这个购物中心所在正看，内面各种商品拢有，也毋过有几落位门也阁关掉的。而且拢看不到国际连锁品牌，唯一的一间外国食品连锁店是素食业者肯德基。俄罗斯民众讲，无国际连锁品牌也不要紧。Да нейтрально к этому отношусь. Есть и есть, нет и нет. Каких-то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е было, поэтому спокойно и без них. 法国品牌香奈儿伫咧俄罗斯的门市已经全部拢关起来，不过伊伫这间购物中心还有一个柜位，工作人员讲，只敢若存少量的库存，是唯一还阁买到香奈儿商品的所在，这款卖完就无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军第一天就占领战略要塞抓岛，不过双方伫6月30日证实，岛上的俄军已经撤离。Наші розвідники підтверджують нанесення ударів по острову Зміїний, знищення озброєння військової техніки окупантів, які там знаходились. Тобто удари були дієвими. Це вимусило росіян залишити острів Зміїний. 俄罗斯方面解释讲，撤离是善意的姿态，并且讲俄军已经完成指派任务。俄罗斯国防部讲，并无妨碍联合国推动设立人道通道的行动，和乌克兰一旦外销农作物。30乌克兰被俄军占领的区域，有一台载着7千吨谷物的商船载向俄国的友好国家。这是战争以来第一批产地伫乌克兰的谷物出口。不过乌克兰指控俄国家盟邦偷摕因的农作物。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译。北约组织伫西班牙开高峰会，嘛表达讲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芬兰、瑞典嘛已经确定要加入北约的会员，目前是等的安排。虽然外界认为讲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主要是针对罗西亚。罗西亚是强调讲，北约若准备伫芬兰来设军事设施甲部队哦，罗西亚一定会有行动。为乌克兰来的基辅交响乐团，就现这届北约高峰会，持续关注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相关的问题。各方关心的都是芬兰甲瑞典未来可能会加做北约新的成员。几啊十年来，一直拢是中立的瑞典甲芬兰。伫1994年，加做北约组织的和平谈判，而且不时参与北约组织的军事演习。就算伫2014年顶一波乌克兰危机的期间，两国还阁甲北约维持同款的关系。不过因为2022年2月份，罗西亚军方拍乌克兰，互瑞典甲芬兰危机的感觉是大大增加。5月份，这两个国家同时交出申请的文件，而且伫这届马德里高峰会期间，正式受到邀请展开加盟的程序。也拿罗西亚这边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拢还算真平静。总统普丁进前就捌讲过，芬兰甲瑞典早就真正参与北约的演习，所以罗西亚对这两国加盟是无感觉爱偌紧张。У нас нет ничего, что нас могло бы беспокоить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членства Финляндии или Швеции в НАТО. Ну, хочется им,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олько они должны ясно и четко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что раньше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их угроз для них.
Теперь в случае размещения там военных контингентов и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мы вынуждены будем отвечать зеркально. 美國喺前總統奧巴馬任內，把安裝喺波蘭甲羅馬尼亞設立人工是薩德嘅高空戰飛彈防禦系統，引起羅西亞強烈嘅反對。落尾是喺川普任內，甲羅馬尼亞境內美軍系統升級，因那波蘭薩德嘅這個案都全準堵煞。另外一方面，印尼總統佐科威嘛希望會當喺羅西亞甲烏克蘭和談嘅時陣發揮作用。這兩天安裝去拜訪基輔甲莫斯科，就算北約是以歐美國家為主。不過，這屆日本甲韓國嘅領袖嘛頭一屆受到邀請出席峰會，而且甲美國進行3邊會談。因為這3個國家攏真關心北韓核武，也有遠途飛彈發展。北韓嘅官方媒體指出，美國想要操作出亞洲版嘅北約組織，安尼會破壞東北亞嘅和平甲穩定。公視新聞徐家仁編譯。來看美國史上頭一個非洲嘅女性大法官傑森將宣誓就職。美國史上是捌出現2位非洲嘅查甫嘅大法官哦。呢這位非洲嘅傑森，嘛是最高法院史上第來查甫嘅大法官，嘛是現任4位女性大法官嘅其中一位。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and repeat after me. I, Ketanji Brown Jackson, do solemnly swear. I, Ketanji Brown Jackson,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在宣誓典禮歡迎傑克森，傑克森也對大法官布萊爾讀兩段誓詞。Under the Constitu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傑克森51歲，是美國史上第一位非洲嘅女性大法官，接替30退休83歲自由派大法官布萊爾。布萊爾1月宣布退休，總統拜登想要為聯邦司法擁立國家廣泛背景嘅法官。2月時陣提名傑克森，聯邦參議院4月快速通過任命案。傑克森是最高法院史上第6位女性大法官，也是第一遍有4位女性大法官同時在任。伊上任了，也是保守派6席，自由派3席。拜登也是無法度改變最高法院意識形態平衡。Obviously, the ruling overturning Roe versus Wade and a big guns decision that conservative justices were in the majority in both of those decisions. The court has 6 conservative justices and 3 more liberal justices, and Justice Jackson's addit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replacing Justice Stephen Breyer, won't change that. 最高法院6天前都將推翻1973年羅素韋德案，保障墮胎權的歷史性裁決。最高法院推翻墮胎權了，57%美國人對最高法院是負面的觀感，在此進前正面的觀感是小可較多。哈佛法學院畢業的傑克森，自2013年開始做聯邦法官、聯邦地區法院法官，一個美國量刑委員會成員，也做過聯邦公設辯護人。公視新聞吳文玲報道。再來看菲律賓第17任的總統小馬可仕，嘛佇昨就職，也毋過有民眾的抗議哦。民眾是真煩惱，講伊會甲伊老爸共款行獨裁的路線。另外，捌得過諾貝爾和平獎的菲律賓的獨立記者雷莎，伊所創辦的網絡新聞媒體，嘛佇前總統杜特地落任的前一天，互要求關門。畫面內底花頭喜面的是菲律賓第17任的總統小馬可仕，甲準備要下任的總統杜特地，佇菲律賓總統府見面了後，做伙離開。了後，小馬可仕坐列車去國家博物館頭前宣誓就職。感謝民眾完成菲律賓民主歷史上上大的選舉任務，嘛答應講會帶領國家繼續發展落去。By your vote, you rejected the politics of division. I offended none of my rivals in this campaign, that if we but focus on the work at hand and the work that will come to hand, we will go very far under my watch. 分析指出，菲律賓現處是面臨幾10年來經濟衰退上界吃力的時期。伊就職了後，頭一個任務就是要復甦經濟。不過，佇伊就職的時陣，馬尼拉的街仔路數袂少反對者，煩惱伊會甲因老爸同款，專制獨裁，佫會食錢。加上小馬可仕答應要促進就業，甲應對物價起價的承諾，並無具體政策，所以引起街仔路抗議。The next administration will be an alliance of maybe the worst tyrants in Philippine history that we can only, I guess, brace ourselves against the worst.
虽然有部分的民众希望小马可士就任了后，会当改变杜特地政府时期的作风，恢复菲律宾的国家形象。不过，在2021年，摕到诺贝尔和平奖的菲律宾独立记者瑞萨，伊创办的网络新闻媒体拉普勒新闻网，在杜特地下任的前一天，也就是2月封关起来。拉普勒是少数批评杜特地政府的菲律宾媒体之一，马去杜特地讲是制造假新闻的网站。菲律宾政教委员会即届发表声明，以拉普勒用字的无实违宪为理由，甲公司的控制权袂予外国企业，所以撤销拉普勒公司因注册证书。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今仔7月7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5档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让5档，搁再去到香港。昨日嘛发表谈话，强调讲香港经过考验，即马已经有全新的面貌啊咯。也毋过，香港记者协会表示讲，香港回归25年的大会，本地是有邀请几啊间媒体，后来使用保安的理由，拒绝包括 CNN、路透社等媒体记者去现场采访。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会搭坐高铁到香港，这也是国安法实施了后，习近平头一摆去。伊强调，过去香港经过严重考验，即马已经重新崛起来，证明一国两制是好的制度。正可谓啊，形而不辍，未来可期。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美好。习近平将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加做各界关注焦点。也毋过，香港记者协会指出，港府新闻处以保安理由要求几啊间原本方邀请的媒体机构，另外已经报名的记者竞选拒绝因到场采访，包括 CNN、路透社等媒体记者拢受影响。另外一方面，根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社会民主联线主席陈宝阳讲，习近平访问香港进前有伊港甲朋友和国安警察约談，而蘋果形勢了後，至迄間未有示威活動。我哋而家堅守嗰啲係一啲最基本嘅人權嚟嘅啫。係咪請願示威、集會結社呢啲最基本嘅權利嚟？咁而且我哋而家都係一個合法嘅情況之下，而家政府個法例所賦予俾我哋嘅權利嚟嘅。根據香港媒體報道，習近平下午6月30為陸路入境往返香港簽證兩地了後，將帶地簽證7月7日才到香港出席慶典。這款嘅特殊安排也加做討論嘅話題。記者綜合報道。今仔國際上，閣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點台灣來看世界。今仔是香港主權移交滿25檔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嘛表示講，當初中共50檔無變的承諾，這一半的時間，北京甲香港當局對人民的民主參與、基本自由甲獨立媒體已經破壞甲真嚴重咯。布林肯嘛強調講，美國會甲香港人徛做伙。再來看路透社引用德國地球科學研究中心的資料顯示，講菲律賓的魯宋島附近今仔發生規模6.0的地震，這個地震的深度只有10公里爾。咱再來看印尼哦，是今年G20的主辦國，印尼總統佐科威嘛去訪問羅西亞甲烏克蘭。今仔喺羅西亞首都莫斯科是表示講，有轉達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話，和羅西亞的總統普廷哦。也毋過詳細內容並無對外公開。再來看國民黨智庫的執行長郭志溫接受定調，要去選高雄市長。張郭志溫佇高雄表示講，會甲在地議員合作，嘛有可能會邀請當初韓國瑜市長的團隊成員做伙來拼選舉。現任的高雄市長陳其邁今仔昨午面對媒體問到選舉的代誌，伊敢若強調講一切市政優先。在議員包圍之下，從選戰假下，大社會考核國民黨智庫執行長郭志溫接受定調參選高雄市長。繼當天，全國高雄甲議員舉行輔選工作會議，對空降參選感謝延續前市長韓國瑜政策。郭志溫頂日講，未有愛情蒙體倫，紅七日要切斷。韓團隊的前副市長葉匡時也替伊講話。民進黨的一黨之師呢，讓高雄少了一個國際的地標哈。
那所以李世川李副市长呢，一直觉得很遗憾，倒不是说对这个我们柯志恩这个委员有任何什么的意见。好人切断韩国图，也毋过离选举即剩5个月会，瓜志温讲时间确实无济，后礼拜会将号召3个高雄，sau落来会甲在地机关合作，竞选团队用开放态度。韩团队的一个对高雄市民的一个贡献，我觉得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更大的一个支持跟赞声呢？韩团队绝对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个绩效。看那野为人选难选甲定调确定，有互韩国瑜反转的教训。连杨议员表示，年底选战未大戏，也向瓜志温发声，要切断也是吸收韩的支持者，应该讲清楚。他是不是因为吸收他们之后，他要概括承收，而不是我要选票的时候我就收割啊？我真的要真正政策执行或要辩论的时候我就切割，然后去获取所谓中间选民的支持。连杨对选战、金钱对台，高雄市长陈其迈由原是强调市政为主，30先就办行销就办，下到各等高雄开疫情记者会。现在还是全力的拼市政啊，那包括说帮农渔民找出路，那二方面帮我们的高雄的产业转型努力。陈其迈无愿意讲什么时阵走选举，爱媒体去问瓜志温，对此连杨议员并无烦恼，认为保证高雄较要紧也是防疫甲产业转型等问题。只要陈其迈会当伫疫情中做好市政，就是真好的宣传。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卫生福利部公布去年国内10大死亡原因的统计，癌症已经连续40天拢排伫头1名，其中肺癌嘛已经连续18天拢是癌症死亡的头名。医师提醒民众要爱定期做健康检查，尤其是肝甲腰侧这些所在有问题嘛真好发现，所以嘛爱特别注意。透过低质量电脑断层的检查，看肺部敢有各样，也若肝是利用超音波来检查。根据高雄普丁病院健康管理中心的统计，因病院今年健康检查的人数，甲去年来比是增加3倍。不少民众拢较愿意开较侪钱做较精密的检查。有一些疾病它是隐性的，所以你没有抽血或者是透过影像学检查，你根本不知道。对，等到发现的时候可能都比较慢这样子啊，尤其爸爸妈妈高龄更需要。提早知道，提早做预防，提早做治疗，这是比较好的。卫福部公布去年咱国民众10大死亡原因的统计。癌症是占上济，连续40年拢是排头一个。也若前10名造成死亡的癌症内底，肺癌是占上济，连续18年拢是上济。过来是肝癌、大肠范围的癌症、尻川口癌、女性的凝癌，还有裂喉腺癌等等。排顺序甲去年同款，不过得到癌症死亡平均的时间，去年是每10分钟10秒有一个人因为癌症过身，是比去年较近20秒。40-50岁以上应该就要开始有健检的意识。那其实我们现在国健署，它其实只要40岁以上就会有免费的成人的健康检查，那算是一个很基础的入门。有真侪种癌症是真恶良早发现，可比腰鞘癌就是其中之一。高雄有一个47岁女性的患者，虽然4年前健康检查的时阵发现腰鞘的尾瘤，那像有5公分，看到小可各样，不过并无进一步来追踪，一直到伊腹肚胀消化歹。去医生看，才发现已经生做是8.4公分的瘤啊。因为胰脏它的这个器官位置在身体的很深层，所以它不容易造成一些症状。医师提醒民众定期做健康检查，癌症除了是咱国致死率上悬的，心脏疾病、肺炎，还有脑血管疾病嘛袂少。去年110年有184172个人死亡，比去年增加11000多人，其中65岁以上的是占9%。记者综合报道。为特别推广台湾的艺文产业，文化部的艺放馆效果是袂歹。有民间的平台嘛，甲文化部两厅院合作，提供真侪艺文活动的好康要鼓励消费者来看表演，咱做伙来了解。用光影技术呈现19世纪艺术家克里姆的艺术创作，想要欣赏这场沉浸式体验展，会当伫 OpenTix 平台买票。现在售票系统很多，但是完全就是以文艺为角度的售票系统其实是比较少的。光文艺产业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 OpenTix 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它可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帮我们多推广、更深入这样子的主要的群众。在疫情期间，文化部连续2年推出艺放馆，即马为了延续艺文产业的支持，所以甲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合作，推出 OpenTix 红利点数艺文消费的回馈机制，第7月实施。一场展览
你就首先在你的账户里面就自动会出现50点的红利点数，2次消费可以获得100点。你如果跨出去了，例如音乐跨到舞蹈，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到再加码的100点哦。由文化部来准备一部分的类似母金的这个概念，那我们把它转化成这个点数。好，那希望让大家持续着用这个点数，能够继续来享受我们这样的一个艺文生活。只要符合头一届参与二次消费，也甲看许消费者条件民众，拢会当得到红利点数，会当摕来抵扣电影、展览这艺文消费。期待疫情转好了后未来，会当延续艺放馆的方式，为艺文产业带来实际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已经转好了，观光产业嘛已经做准备哦。咱来看嘉义的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甲云林佮嘉义地区的观光商圈哦举办活动，望讲会当来辅导在地旅游业甲观光业者互相合作来拼观光。来自嘉义县市观光产业业者，伫嘉义市的文创园区内底，向大阿里山、235区域甲大草岭这3大观光圈的厂商介绍产品，希望会当有合作的机会。我们希望整个跨区域、跨产业能够带动我们3大观光圈的一些行销，然后希望有一些特色的流程，能够给产业业者带来很大的助力。为着要替疫情转好了后观光复振做准备，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邀请嘉义县市甲云林县的观光商圈参加媒合会，希望会当互相交流行销推广的经验。能够将我们这个3个观光圈都串联在一起哦，不更带给我们业者品牌的转型哦，能够我们提升我们整个观光的品牌的价值。我们全民运动会，24我们的农机展，还有10月10号的国庆宴哦，这些一连串的整个我们大嘉义啊，这个观光这个部分呢，能够跟这个业者来好好的行销，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表示，深度旅游是目前国内观光真重要的观念。消费者嘛，大大开始接受，业者之间的交流甲提升，除了会当量早面对未来观光环境的改变，嘛替分家地区的观光产业建立品牌基达。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宜兰的大溪有一群少年人哦，踏入歌加入流行音乐元素，搁再创作，望讲互少年人买当来欣赏老歌。一礼拜六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特别带观众朋友来去宜兰看因是安怎甲老歌唱出新的生命。伫宜兰大溪老聚落的巷仔底有一间咖啡馆，除了咖啡好啉，上较特别的是当地煮咖啡的这个头家娘，伊们将台湾传统戏曲的文化当地的消息，都用咖啡甲人分享传统戏曲，希望会当把这个文化延续落去。我这间店看起来伫卖咖啡，我拢定讲我是伫卖人。恁来，我会当，我就甲恁来分享，尤其是少年囡仔，也是囡仔囝，拢好。时间照着我的面，予天星染过我的头鬃。当地录音的这3个少年家，因为介意音乐，所以成立海岛青年实验室。因专门收集属于台湾这个土地的声音，加做创作的元素。因听到邮地唱的老歌，是感觉真感动，所以把老歌改编做流行歌曲。我就想讲，这个老东西啦，感觉不被传承下去，好像有点可惜。但是要怎么传，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想到说，那把我们的，所以第一个就想到，那我把它做成像流行乐这样子好了。伫宜兰的另外一个社区内底，少年艺术家姚文甲侪伙人伫画图。因为介意乐琴，所以来找邮地学念歌。伊希望用这项传统文化，会当甲这个时代较亲近的。我就想讲，这真趣味，阿公阿妈应该嘛真介意，所以我若是学会晓了后，我会当念给阿公阿妈听，安尼上课的时阵都搁较趣味。在地文化是台湾的根本，不过这个传统当伫咧衰微当中。我邮地用一杯咖啡的时间，甲人分享老歌甲念歌。也那海岛青年实验室甲姚文选择做传统戏曲来连接无共世代，因的梦想当咧甲时间走标，希望透过因的拍拼，互大家看到台湾戏曲的水。记者周培玲、吴一修宜兰报道。咱来看云林的卖寮顶安宫哦，当要准备迎王去王船的师傅哦，即马是愈来愈歹找咯。庙方用几个月时间，总算找到师傅。
庙方希望讲透过宗教的仪式，互疫情会当赶紧结束，嘛互传统的王船工艺甲信仰会当继续传承落去。看师傅手举贡推啊，一个一个斟酌甲每一块茶放互接做伙，这是婚林未了的中山顶安乡，当咧打造婚林规模上大的迎王祭典的王船。其实我伫国小的时候，和阮老爸在做鱼做，我10几岁我就做，那是从渔业的造船技术，再来沿用这个王船制造，甚讲仿制古代船的那个做法。即摆会晓这个技术的人都有偌济？无介济啦，像东港遐因迄边就蛮有坚强的阵容。这位高雄来的师傅陈友仪，自细汉对老爸学做渔船啊，即摆将技术运用来打造王船。庙方伫找到陈友仪进前，找过真侪位王船师，毋过请示拢跋无杯，找2-3个月才去到高雄找到陈友仪。说这王船师吼，我来找真久啦。阮在参阮委员会吼，来找过来个啦。跋杯嘛，就讲即个陈师傅来做较拄好啦。若找应该找嘛找2-3个月。中山顶安宫举办王船节，除了希望将国内疫情甲灾厄赶紧送走，更加是希望会当传承迎王的信仰文化，也佫有师傅愈来愈少的王船工艺。记者综合报道。有同胞团体批评讲，台湾放粉鸟的比赛实在是害死这个粉鸟。这款长途的比赛，爱先甲粉鸟载去320公里远的外海才放飞，大约只有1成粉鸟有法度飞回来。同胞团体是要求相关单位应该爱重视。关伫人仔队内面的这只粉鸟霸鸡，3月时阵，忽然发现伊徛伫路中。迄当阵伊的膝骨受伤，无法度飞，因为有卡拳。同胞团体认为伊是比赛鸟仔，该收养照顾。其他比赛鸟仔是无伊运气这么好。这一些鸽子，它是少数从海上仅存幸存飞回来的，但是因为它没有利益的关系，它再来没有价值了，所以它被遗弃了。有的呢就被煮了吃，有的呢就被剪翅骨之后丢往远处。同胞团体讲，比赛鸟仔时阵会用船甲粉鸟载去300公里外的外海放飞，互因飞转去厝的。不过大部分的粉鸟是无法度飞遮尔久，拢无休困。像去年冬天南海比较，总共放飞45000多只粉鸟，飞大700多只，敢若1.58趴。赌博为目的的动物竞技行为是禁止的。类似的这个案件，如果不是警侦或是检调他们介入调查的话，实际上如果单靠动保行政单位，这个破获的几率真的是非常的低。配合这个动物保护的这个主管机关，就是农委会这边如果有相关的案件的需要调查的话，相关的这个机关来配合。不过，无论是以动保法的伤害动物的法条，或者是要用动物绊脚的行为来处罚，拢爱伫咧违法的行为出现了，弄证加检警才有法度办。动保团体希望相关单位会当伫咧比赛宣传的时阵就开始调查。在场的立委陈椒华也讲，会甲行政院讨论认定主管机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所最近咧推广无岛的田园因拢会伫田里来观察鸟仔的生态，嘛翕到真侪真趣味的画面，咱做伙来看卖。这2只麻雀徛伫咧徛架顶头，因为风正透，虽然翘脚爪想要平行，也是徛袂在。其中一只抑阁跋倒，偏靠台伫高树仙岛树园这个往来园，才好鸟仔徛徛架，2年来翕到真侪精彩的相片。透过这个老鹰栖架呢，有机会可以吸引到一些猛禽，像是黑翅鸢，到农田里面来帮我们抓老鼠。然后我们在栖架上面放这个自动相机，就可以拍到很多就是他们在栖架上面这些精彩的画面。有翕到亲像鸟子偷食往来，麻雀就甲鸟子掠来食。暗时也翕到鸟头鸟掠鸟子的画面。这2冬来已经记录到5种猛禽，也个 Q 刺鸟仔等20多种细只鸟仔。拍到很多这个黑翅鸢会抓老鼠的画面，那也就证明说，这个猛禽它们进到农田里来，对这个农友来说是有帮助的。是可以帮忙抓老鼠的，所以就是也鼓励大家说，尽量去不要使用老鼠药，
这种会伤害猛禽的这个有毒的东西，那我们就请老鹰来帮忙抓老鼠。仙岛树园4个林场拢是有限农园，无毒的环境成这款鸟仔来找物件食，嘛记录自然界生态。苹果台希望提供无毒的作物，只要所在看，至少50公尺内无大丛树仔甲电火条的农残，拢会当采这种车机啊或鸟仔徛，记录鸟仔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中国的上海禁止伫餐厅内底食食已经3个月了，总算伫拜三解封，有真侪民众拢真欢喜去餐厅食饭哦。也毋过哦，餐厅是必须要通过当地政府的评估，确定讲伫店家附近无社区感染的风险，才会当开放。餐厅的座位哦，嘛只先开放一半。有一个住伫上海23岁何先生，知影免搁踮伫咧厝里，逐工家己煮食。赶伫中昼前的时间，招朋友做伙去这间西班牙餐厅，要来好好食一顿饭。特别的爽，因为平时在家又不怎么自己动手做菜，现在虽然在家锻炼了动手做菜的能力是吧？但还是在外面吃的香。上海的餐厅伫拜二开始出现真侪人阵，这是当地从3月底封城了后，头一届开放伫餐厅内底食饭，真侪民众可袂得紧出门，会当食一寡好料的，希望生活会当恢复正常。就是每天都是要自己点外卖，然后找一个地方吃饭，就觉得这个生活有点艰难。但现在就觉得哇，终于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了。中国到大要是坚持清零的政策，上海虽然伫6月初一解封，不过规定餐厅都要通过评估，确定迄颗粒啊并无社区感染的风险，才会当开放伫餐厅内底用餐，而且人数也是有限制50%，所有的员工都要逐工做体检，也若人客都要有3天内 PCR 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入去用餐。有一间餐厅的头家讲，伫疫情的期间，敢若会当接外送的单，害伊是了一个袂晓讲。加在即马艰苦的日子，总算已经过去啊。忙起来感觉非常好。那这个疫情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只有堂食，我们可以跟客户有更好的交流，然后同时我们可以挣钱。上海的餐厅欢喜迎接人客来交关，不过尖峰时段用餐的人数也未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准。另外，嘛有一寡餐厅认为讲，即马民众的消费力也未完全恢复，会阁观察一阵嘛才阁讲。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画家保罗·塞尚红叫做现代艺术之父，伫法国普罗旺斯艾克斯市的博物馆哦，都有真侪塞尚的画，那么做伙来欣赏。现代艺术之父保罗·塞尚去巴黎发展进程，伫南法普罗旺斯的艾克斯地区生活10年。迄时阵故乡父母并无欣赏这位画家的才华，是未到伫伊死后100多年，才正做世界各地真爱艺术的人，亲自研究塞尚画风的一定爱去的所在。马扎兰街区的格拉内博物馆珍藏真侪部塞尚重要作品，亲像1895年的《沐浴者》甲呈现印象派甲现代主义画风的查德部分的景观。colorés que l'on voit ici dans le lointain, que l'on voit ici au premier plan, et qui, légèrement géométrisés, vont devenir les facettes du cubisme de Braque et de Picasso. Cézanne was taught to paint classically in the beginning. And it didn't quite suit him, and he opened up a new form of art for all the artists who came after him. 市区四界拢有塞尚在生进前的影子，塞尚咖啡馆也雕像1906年过身进前大的厝。另外，伫市郊外，圣维克多这个石灰岩山甲山区北北面采集场的景色，是常常出现伫塞尚的油画甲水彩作品当中。Also, 3 main colors here: the ochre for the rock, for the ground. He paints the blue of the sky and the grey blue of the mountain Sainte-Victoire, and also the green of the trees of the leaves. 离圣维克多山无偌远，1901年塞尚62岁，用2000法郎买的工作室，被美国仰慕塞尚在华人买落来，转送予艾克斯普罗旺斯大学，用纪念馆的方式保存落来。塞尚的素描、在生使用的物件，亲像画具、外套帽、画布甲倒影，全部拢保存落来，就亲像塞尚从来毋捌离开过共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各地哦，拢是好天，真烧热的天气哦，温度上悬会到35度。过昼哦，山区嘅南部有可能会落雨。做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
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加25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加26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